因為上帝嘅恩典唔是放喺自家，佢嘅神典時常要大家強下，聖靈要喺自家嘅心中，唔是離開兄弟姊妹。可能自家嘅師傅將三日攏總出撇堂做事，攏總出結做事，不卡上個兩額老人，遲到孤單單，我係講兄弟姊妹堂，你咩孤單單？要聖靈跟你同在，要聖靈跟你強下行。阿門，哈利路亞。Makanya sekarang itu sekarang siang, saya sekarang tansa sisi, sekarang itu me tansa, hanya sinlin, saya sekarang simjung, kita sekarang hidup singgah lo, 可能自己要問題，所以你是喺度，可能自己要痛苦。我係講兄弟姊妹聽，係講你依靠，所以上帝嘅方面，在耶穌基督嘅方面，你想，聖靈要在你心中你的你同在，一天你行呢個世界，乜嘅問題都好，一樣之間能強過去，但係嘅路一天之間達到。